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家樂 James，今日嚟到維景灣一步同大家睇過兩個嘅校景單位，事不宜遲啦，大家望堂啊！屋苑鄰近港鐵調景嶺站、都會站商場，附近仲有入境事務處總部、將軍澳政府合署。單位客廳呢以橫廳式設計，外邊會望到海景。而家呢部分呢就係客廳嘅位置，外邊會望到內園同埋海景嘅。跟住同大家望埋個廚房。跟住睇埋洗手間，洗手間咧就係有窗嘅，而係一個企缸嘅設計。之後同大家睇埋啲房間啦。呢個單位咧就廳房同向嘅，廳同埋房間咧都一樣會望到海景噶。最後同大家睇埋個大房，大房咧就有一個大嘅衣櫃位，亦都望到海景嘅。大房呢個景觀都好靚噶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揾翻我 James，拜拜。